在台湾对顶关税20%搁再贴原本的税率其实对这科技产业是受到真大的考验。鸿海董事长刘永伟是表示讲，目前的受25%的会员会受到影响，所以当咧考虑要伫美国，也是讲其他的国家来设科航园区。专家就来分析讲，这企业呢刷出台湾是难免的代志，也毋过可能干那中型的厂商才有机会安尼做。 因应景气无好，美国关税阁有代票上大的影响。台湾车床大厂量德科技最近宣布，会对22这礼拜五开始，到礼拜五改做公司固定的休假日，按算是3个月了后，才阁看订单的状况做调整。关税跟汇率的2个双重的夹击下，目前呢，大概就是像那个工具机、模具、塑胶制品、自行车。 这些产业呢，在未来的经营环境，恐怕呢，到时候会有很多家工具企业者呢，周休3日，甚至周休4日。美国的关税政策影响台湾经济产业链，以科技业来讲，要面对关税20%加 N。 半导体关税阁有232条款，鸿海董事长甲电工会理事长刘永伟进前出席理监事会表示，有200个会员受到影响，希望会当甲政府合作，评估到美国、墨西哥等地区设科学园区，协助受影响的厂商。专家分析讲，未来企业定着有一波造锤的趋势，但是考虑到美国人力的成本真高，中型的企业阁会较慢，小型的企业恐惊真歹负担。 跟美国政府争取所谓的保税专区，也就是说，在这个地区里面的所有的进出口，其实都可以有免税的优惠，这样子才可以有效的降低这些中小型企业的成本。为了协助台湾中小企业应对美国的关税，经济部研究提悬研发补助措施，支持中小企业升级转型，该扩大国际订货展示规模，希望会当把产品推销出去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